前9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70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咱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275个确定病例，境外有1例，本土病例有274例，死亡的个案有25例。针对预防射的部分，日本送予咱124万剂 AZ 预防射，伫后礼拜2会当开始注射。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昏公布大型注射新的顺序有小可变动。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升悬，礼拜3初9增加274例本土病例，其中以新北市162例上济，第二是台北市63例，桃园市15例，苗栗县12例。基隆市10例，彰化县甲南投县各3例，宜兰县2例，台南市、嘉义市、台中市甲新竹县各1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疫情算是平稳，不过提醒民众，过节人流唔通耍鱼，降低疫情传播风险。特别还是要提醒端午假期这里面人流的移动现在已经减到很低，相对再减下来，那非常谢谢大家的配合。另外，也增加25例死亡病例，其中6人拢伫确诊了后5天内死亡。根据指挥中心统计，5月11到6月7期间，296例死亡病例当中，有35个到医进前死亡，占11.8%。推估是新冠肺炎病情紧，地数温型快用死亡。隐形缺氧是最有可能导致这个不管年轻或者是年长者在家中因为缺氧而死亡的关系，而且这样的缺氧它通常是不会说有比较明显的前兆那常常都是在这个已经氧气浓度很低、症状很严重的时候呢，这时候再来紧急送医，可能就是时间已晚。下礼拜25 124万剂 AZ 疫苗要开始做，指挥中心公布7大类族群疫苗承做对象。第一类医院是医事人员甲集中检疫所非医事人员，第二类是中央甲地方政府重要官员、卫生防疫、海关救护人员等，各增加执行防疫工作的警察。第三类是国际航空机组员、防疫车队驾驶、防疫旅馆人员等。第四类是因为外交、公务出国者、代表国家出国运动员或者是选手。第五类是社福机构人员，增加西药剂患者。第六类是75岁以上老大人。第七类是军人、无执行防疫的警察、宪兵、运输甲长途业者、高中职以下教职员甲幼儿园托育人员。第7类这边的一个相关的一些人员，它都还有一点先后的顺序，根据它的一个必要性，那现在请各主管单位把它的一个必要性的先后的顺序把它列出来。但市长强调，除了第7类爱做册报指挥中心同意，其他对象应直接来做，也呼吁符合公费对象的人爱赶紧来做。所以会继续往下卡开放，民众是不是应选择疫苗抢牌？但市长表示，假使被列为疫苗注射对象，而且有真这种疫苗应做的时阵，民众应选择。记者综合报道。那咱国内头一批莫德纳预防射有15万筒，昨昏已经开放予第1类第1线医护人员大型注射。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这届是先拨出7万筒，按算3天内就要注射。会用另外直接把疫苗送到全国每一个专职病院，为保冷箱内底把疫苗提出来，请注意来清点。另外，因为莫德纳疫苗需要保存伫咧温度零下20度以下，以后另外是马上甲冰起来。另外，嘛安排还未注疫苗医护人员来遮注射。打过的这几个同仁来讲的话，目前可能时间还比较短暂，所以目前还没有发现有注射完之后立即产生的副作用。当然，其他副作用就等到他们之后几个小时之后，或是1-2天之后，再看看他们的身体状况。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表示，第一批配送的7万剂莫德纳疫苗，准备伫3天以内就会当注料。伊开始建议，予一寡照顾重症患者，还阁无适合来注 AZ 的医护人员先来注射。譬如说，他可能是有怀孕啊，或者是有血栓的一些风险的这些族群那可能这些人在医师判定以后，认为他可以再等一下有莫德纳的疫苗。不过，进前有一寡医护人员是无要注 AZ， 就是想要等莫德纳疫苗。有学者分析，这2种的保护效果是差不多。AZ 疫苗第1剂的那个发烧这些疼痛的反应比较强，
那莫德纳疫苗是第2剂的反应会比较强，看起来它保护效果都是在80%-90%左右，就看不出明显的差别。另外，学者表示，英国有研究发现，男咧拍有较悬的比例来出现着发烧等等，定定看会到的不良反应，不过并无严重的不良反应。西班牙嘛有研究显示，先来注 AZ 过来拍 BNT， 比敢若注一档的 AZ 有较悬的中和抗体保护效果。那发现说，先打 AZ 载体的疫苗，然后再打这个第2剂的 BNT 疫苗，可以较第1剂只打 AZ 疫苗的人有较高的综合抗体保护效力。那这研究也告诉我们说，这个疫苗混打是有可能的。包括着这第一批配送的7万剂，即马过来已经取得15万剂的莫德纳疫苗。总理想嘛透露，也是顺利6月底还有2批莫德纳疫苗会来到货，可能拢是10外万剂的小量来进口。记者张志勇、林志坚台北报道。即阵大家拢真关心预防车，因为也无够额，所以爱照牌。也毋过说传出台北市好心肝这间诊所，竟然是摕到预防车，而且佫替因的志工注射。台北市政府调查发现诊所确实违规，所以要罚200万。疾管署是表示讲，诊所无守规矩，严重影响基层的医护人员的权益，要交予司法单位去调查。目前台北地检署嘛已经派检察官介入侦办。台北市好心肝诊所自初尾暗开始开放，唔是第1到第3类民众自 AZ 预防车，引起各界质疑。台湾高等检察署交予台北地检署指派检察官调查相关人员的刑事加行政责任，比对这些人的身份，去查是不是符合1到3类的资格。那如果不合规定而违法的话，那当然就应该要开罚。台北市卫生局调查发现，6月最切台北市开放大型诊所比较小型病院，会当申请为院内人员做预防车了。好心肝诊所6月初7到初8，先后向卫生局疾病管制科申请15罐加100罐，总共会当做1150人次以上。到现场稽查发现，这2批预防车分别予172位加1113位好心肝诊所加诊所相关的基金会志工做。验过大部分的人拢无伫咧第1到第3类的名单内，以传染病防治法罚200万，也终止做预防车的合约。会处以最高罚款200万元，而且终止他的合约资格。所以重点在于说，我相信所有的同仁都是相信医疗院所，也不相信医疗院所会来做这些故意造假的事情。但是的确发生了这个问题，我们就是去检讨。该问题承认市府的控管有问题，案件会送警方处调查，若是有人员不法，会移送法办。未来也强化管理机制，甲预防车发放中的核定权限有关到卫生局副局长。这个还是一样，直接认错就好了。我觉得我们在管控上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一个股长，你知道他要配多少疫苗出去应该要管控机制的，所以这个我们还是会送正统调查，你知道该检讨的我们都会检讨。疾管署回应讲，这件代志严重影响到也未做疫苗的基层医护人员的权益。诊所伫第一时间内就做1000万剂，是毋是有特权？是倒一款身份被通知机制？是毋是有滥权？交予司法单位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不时拢传出有人插队，无就是靠势靠关系，用特权去做预防车，引起争议。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昨昏伫民进党的中常会，伊是呼吁执行单位，包括地方政府，拢爱守规矩。我要强调，中央明定的接种顺序是经过专家讨论、考量公共卫生和维持社会稳定需求的结果。也要请我们执行单位，包括地方政府确实依照顺序有效率的来施打。那我们是执政党，更要做表率，请大家在地方宣导，依序施打，轮到你再去打。另外，针对国产预防车的部分，总统蔡英文嘛强调讲，一定爱是安全有效的才会上市，这是上基本的条件。一切拢是尊重科学，有偌济证据就讲偌济话，这毋但是政府的责任，嘛希望社会大众拢共款。另外一个新闻焦点，咱来关心一电视。一电视顶日传出有一个摄影师伫便所内底熊死亡，结果伊的 PCR 检测是阳性。台北市政府昨昏就赶紧派行动快筛队去一电视，替160个员工做快筛，结果有11个人是阳性。加在做核酸检测了后 ，PCR 结果出来这11个拢是阴性。
台北市内湖的伊电视大楼，推测团工有一位染疫师死伫咧病所，吹背 PCR 检测的结果是阳性确诊。伊电视赶紧协调台北市政府，找到派行动快筛队设快筛站，为所有员工做快筛。已经做出160万人内面11个人快筛阳性，这防疫专车离开。先以他们的红区，也就是说跟这位同事有工作关系的人，还有他工作的楼层，还有工作的那个建筑，那可能他们有好几栋嘛，那我们先以最红的地方，红区，然后黄区，然后绿区。副局长黄珊珊也到现场，讲现场是分区快筛，死亡染疫师工作的大楼是红区，另外一栋是黄区。也毋过，若是红区体检状况无好，会对黄区做体检。上新的 PCR 检测结果伫咧初九暗夜出来啊，11位拢是阴性。国军也派化学兵到伊电视办公室消毒。伊电视工会批评公司资讯无透明，包括环境的清消、动线的管理、人员分流、防护设备拢无到位。要求公司成立应变小组，纳入工会代表，也希望和附近大楼的人员做破胎。而这位往生的刘姓的同仁呢，也会固定在那边抽烟。他抽烟的时候，会有《苹果日报》大楼的人也会来，所以呢，你说隔壁的大楼会不会受影响？当然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除了在我们公司活动之外，他也会到附近的便利商店去买东西。工会建议 NCC 甲电视台列入第4级警戒时阵，依然需要出军的重要基础行业，所以 NCC 就应该指派专家和媒体业指引，做好防疫措施。同时，媒体从业人员应该列入优先组有风险的顺序。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进前，伫新北市的双和病院有一个确定病例姓洪的查甫人，骑摩拜失控举刀啊，太伤三个护理师。新北地检署依照杀人未遂、当伤害者的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即马法院已经裁定收押。这个姓洪的查甫人6月初3时已经送送去新竹的空军病院隔离治疗，最近体检是阴性的，已经无传染的风险。检方是认为讲，伊拒绝遵守防疫规定，对于病院逃走了后，佫举刀啊杀护士，有逃亡记录，所以向法院申请羁押。法院嘛已经裁定收押，会送去台中看守所的防疫中心收押。来关心苗栗的科技厂发生群聚感染，结果伫新竹市有中人业者私底下是甲32个义工安排去住一般的旅馆，这32个义工内底，竟然阁有6个人是确诊，即马这个业者要罚款100万。旅馆的柜台头前，真侪义工等要来住。苗栗科技厂爆发互相烧话，有人力中介公司甲出现确诊者义工宿舍内底，斗阵住其他32名义工，安排住伫一般的旅馆内底。旅馆的业者完全毋知影义工的身份。初4甲初5大礼拜期间，增加6个人阳性确诊。新竹市政府要对人力中介公司单罚100万块。高风险的这个移工，擅自送到我们本市一般型的旅馆那现在我们因这个案情严重，所以我们给予重罚100万而人力公司是法院往讲，这住伫一般旅馆的义工是自主隔离，大进前并无互政府包含在名单中。新竹市府表示，6名确诊义工送一中检1所，2人快速检查阳性，安伫加强版的防疫旅馆，其他阴性的义工送往防疫旅馆自主隔离。这间旅馆已经展开消毒，市府安排9名旅馆的员工隔离检查。把口罩拉到露出鼻子，好，45度，好，房间烧啊。那么香山社区筛检站，这已经是我们第3座的社区筛检站唯有透过更多的这一个筛检站，将确诊者找出来。苗栗科技厂烧话一直拖，为着强化防疫，找到新竹市甲自治基金会在为着新竹苗栗边界南爱路上新增设乡在社区快速检查站，开放予新竹甲苗栗2个所在民众有约采检，有过一天检查量上悬达到100件。记者综合报道。苗栗的科技公司发生群聚感染，昨昏县政府是阁公布新增加12例，其中有10例是经源电子，另外是地方也有超风，拢有1例。县长徐耀昌是表示讲，伊要加强移工的管理，也毋过疫情指挥中心有提醒讲，要加强嘛爱遵照3级警戒的标准来做，限制移工甲台湾人的规定甲标准拢爱相同。
工作人员专心清洁泥沙，对苗栗景点德南省的员工快态。苗栗县府初到下晡公布增加12个确诊，警员电子都有10个，消防电子甲地方也各1个，因为也是集中伫移工群组。县长齐耀昌表示，会加强移工管理。很多的看护工把长辈、不良医生等等的轮椅推到一个定点，让老人家去晒太阳。那他们呢就群聚。我们这个不得不为之的作为啊，也是遵照中央他们的防疫的一个新生活规定啊，然后希望这些疫情不要扩散。苗栗县府也祭出移工管制令，毋是上班时间以外禁止出外，敢若是车牌过此地交行。毋过指挥中心看法无同，呼吁县府按时回归3级警戒标准来做。不管是外籍的员工还是国人，在台湾都是一样非必要的部分就不要外出这个是一致性的。南投县初九也增加3例确诊，拢是东方红阳性冠确诊者的家属。原本3人车牌居家隔离期满，按过2采PCR检测，各由阴转阳，全部确诊。5450到这边去消费，然后造成他家里的一个群聚，后续的一个群聚感染的一个事件。中法官也增加3例，除了换笑团保连增加1人，养护中心群组案当中，一名看护出院了后也确诊，也有1个是伫专职病房照顾确诊者护理师，感染源往爱国调查。医院群聚出院之后回溯采检，有一位看护发病了，那另外就新增加1个医护人员，目前还在疫调。台中市阁增加1例，是零星家族群组案当中的爸爸，不过也新增加1个确诊者死亡案例。另外传出有名皇家商圈1名商场总干事形同死亡，初步检测结果是阴性，不过也和周围的居民是真紧张。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咱来看云图。今日明仔受东南风的影响，花莲台东甲恒春半岛有局部地降阵雨，也是烈光雨。其他所在拢是侪云到好天，过昼了后有西北风，尤其是山区甲中南部爱细日的上大雨。温度的方面，无落雨的时较后有热，高温大约有31度至34度。若中南部有的所在，高温会降到35度以上。若拜六礼拜，过一个连续假期，天气是甲今仔日差不多，也毋过受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高温会阁加悬，会阁较热。另外，南海附近即马有一个低气压正在发展，敢会变风台，阁爱观察。最近有落雨，咱台湾日月潭水位有增加，也毋过为着无要互民众走去看风景，真做防疫空芳，伊大扫码头赶快要封起来。若伫屏东的马家乡，受游客走去山顶泡茶，阁无挂喙暗，即马互警察开罚单。工作人员大告示，码头的引桥也封起来。进前因为欠水严重，日月潭4大码头已经封3个，即马因为疫情，连未开放的伊大扫码头也封起来。仍然维持一个3级警戒的状况然后也因为目前的日月潭的水位仍处于这个相对的比较低的状况，即日起来封闭这个伊大扫码头。实际来到伊大扫，虽然水位渐渐回升，也毋过引桥甲码头管价也是差真济。经过水利署的资料，截至初9的有效跳水率已经回升到55%，水位来到740.72公尺。也因为安尼，最近常常有民众来这看水位也甲翕相。刷来还佫5日节连假，烦恼又佫有一波群聚高峰。上个礼拜6日就有比较多的游客进来，但是现在还是在防疫期间我们希望大家还是不要到处跑。如果从外地来，万华是哪里就传染就是给所有人目前伊大扫码头4周围的店头真侪已经自主停业。南投县游艇工会也表示，疫情维持3级警戒，也无法度接客，才会发文要求日管处封起来。也若伫屏东的马家乡，原来有游客进入马家乡的管制区，伫旧马家活动中心泡茶，阁毋挂喙暗，村民只有甲警方检举。疫情期间应尽量避免人流移动、病毒散播。另外，警方落山时阵，阁看到一个70岁生出来的山友，也无挂喙暗。虽然敢若伊家己一个，不过警方也是依照违反传染病防治法举发。记者综合报道。各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
疫情也未等好，民众店主来用网络买物件，伫网络捞资料的机会嘛变多，疑似诈骗集团愈来愈潮潮。根据刑事局的统计，5月份网络诈骗增加超过2成，6月份甲打诈骗的案件嘛同款真多。其中伫网络买物件叫你解除分期付款的这款案件上多，5月份就有800多件。来看联合报，日本媒体是报讲，日本甲澳洲6月初9发表外交甲国防部长2+2会谈的联合声明，头摆写着重视台海和平甲稳定的重要性，嘛讲爱用和平手段来解决两岸的问题。咱外交部表示感谢，嘛强调这2个国家拢是咱台湾重要的好朋友。来关心《中国时报》，咱国内头一期国产的预防车、高端的预防车2期的临床试验结果，今日下晡5点要对外公布解盲的结果。高端公司今仔日股票嘛申请停牌暂停交易。下晡5点，咱国内家己研发的预防车2期的临床试验的结果就会知影。最近预防车议题真受关心，伫网络顶悬、通讯软体顶头，嘛拢传出有假消息。有人伫咧流传讲，咱政府为着要推销咱国产的预防车，所以干那向日本讨124万铜尔。刑事局去追查源头，发现只是一个细谈的查甫人，伊伫网络写的文章。中后呢，新竹县的副县长佮转达，刑事局已经约谈因2个人，嘛拢要依法上办。124万支 A.Z. 预防车从日本送来台湾，帮助国内对抗疫情。严估有人利用日本外部大臣木木明通的谈话制造假消息。通讯软体群组内面对话讲，日本外部大臣被问到为什么只敢予台湾124万支预防车，伊回答讲，台湾政府无想要诚多，只要6个小动一个就好。即个开始，台湾就有家己生产的疫苗。刑事局报称检方指挥侦办。分别约谈写假消息的4台查甫人，也有涉及转传散布的国民党籍新竹县副县长陈建贤。此讯息最早从巴哈姆特网站发出，然后经过社群、通讯软体不断的传递，有某机关副所长也转传给其他民众，因而引发媒体大肆报道。新竹县副县长陈建贤讲，伊有查证了才转传给伊的亲友，希望会当查出真相。姓谭的查甫人是讲，伊是看到日本甲南韩的媒体相关的资讯了，家己翻译解读了才去发文。虽然感觉后悔，也是认为家己有评论时事的自由。这一个是很恶毒的谣言。日本外相所讲的原文已经翻译，都在网上可以看到，他并没有如谣言所说这样的话。警方目前甲2个人依照违反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纾困定型特别条例，也有社会秩序维护法，函送树林地检署侦办。另外，网港分局一位警察也把这个消息转传到分局某一个赖群组。虽然事后发现消息有错误关键手段，也是依照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函送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看，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7千万例，死亡人数有376万人。咱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275例，目前咱台湾是11968例，中国的病例有91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76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3400万例，印度超过2900万例，巴西超过1700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55万例，伫法国已经超过578万例。东南亚疫情继续咧滚加，越南因为预防车无够价，越南政府是呼吁因的民众爱捐钱来做预防车的基金。那伫泰国是有摕到 A.G. 预防车的生产授权，也毋过这间制造商、这间药厂、这间公司是王室咧管的，并无法度准时交货，即嘛引起民众的质疑。伫马来西亚，因是推出行动预防车的注射站，要去人较侪所在替民众注预防车。手机收到的简讯，毋是叫民众去注疫苗，是催捐钱予 COVID-19 疫苗基金。人口接近1亿的越南，敢若1%的人完成预防注射。即马新一波疫情真严重，政府所编的预算无到买1.5亿支予全国7000人住，所以只好传简讯呼吁观众捐钱。
Tôi không chắc chắn rằng số tiền mà tôi và mọi người ủng hộ sẽ được sử dụng cho mục đích duy nhất là mua vaccine và tiêm cho toàn dân. 泰王华吉拉龙宫的暹罗生物科学集团今年1月，甲英国制药厂阿斯特捷利康签约，转移新冠疫苗生产技术，一定提供国内6成疫苗。不过最近供应延期，致使着部分病院公告延后注射。泰国民众是怀疑这经验不足的公司敢有法度生产疫苗。上百人坐里等叫号注疫苗。马来西亚疫情严重，当局除了增设大型疫苗注射站，即马伫首都吉隆坡的街路，也会当看到行动疫苗站。这是由卡车所改，开去人较侪所在，替行动不便也甲特定社区的住户服务。I think the service of the mobile truck will be faster the process of vaccinations because it can more flexible. 南韩国土交通部也甲文化体育观光部公布新版的旅游气泡方案，头一批名单包含台湾、新加坡、甲泰国这些所在。目前规划入境的人必须要有阴性报告，也甲注射证明。入境了后 PCR 检测阴性，就会当开始观光活动。若是具体方案细节，也有待进一步协商。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为着要对抗中国，美国参议院已经通过创新竞争法案，希望会当强化美国的科技实力，嘛要加强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另外，拜登政府嘛有发表计划，要确保美国的药品甲晶片的供应链是稳定的。Bill is passed. 美国参议院采8以68票支持，32票反对，通过投资总价达到2500亿美金的2021年美国创新甲竞争法。这项法案的计划有1400亿遐尼高，内容包含授权大约1900亿美金，强化美国的技术研究，再佫批准另外540亿美金，用伫半导体甲电信设备的研发生产，希望会使加速来扭开中美科技间的差距。As a percentage of GDP, we spend less than half as much 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basic research. We rely on foreign nations to supply critical technologies that we invented, like semiconductors. Let me say that again. This bill could be the turning point for American leader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美国商务部强调，540亿美金用在美国兴建7座到10座的半导体工厂。在疫情冲击之下，晶片是真欠缺，也凸显全球供应链相集中的问题。这项法案上主要是强化美国制造商的实力，并且吸引外国企业到美国投资市场。除了半导体以外，法案有算也包含改革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美国能源部甲航太总署 NASA 相关的研究经费。这个法案会送到众议院来表决，通过了后由总统拜登来签署生效。这笔在参议院68张的赞成票内底，也包含19位共和党的议员，也支持民主党的这个提案。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strike a blow, on behalf of answering the unfair competition that we are seeing from Communist China. 伫这时阵，拜登政府也在册内发表250页的百日供应链评估报告，会多方面来确保药品、美晶片这重要产品的供应链安全无问题。拜登政府会成立一个因应最近供应链困难的联邦跨部会任务小组，由商务部、运输部甲农业部来主导。主要要注意是在公司实际平衡的领域，亲像是兴建营造、半导体运输甲粮食，来稳住美国疫情了后经济复苏的脚步。报告也认为，美国必须甲盟友来合作，摕到电动车金属。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出发，伊要去英国参加7大工业国集团 G7 的领袖高峰会，这嘛是伊上任了后头一摆去欧洲访问。目前伊已经到英国啊，伊是出发进前嘛有签行政命令，撤销 TikTok、WeChat 在中国软体禁令。美国总统拜登伫催稿签行政命令，撤销前总统川普伫咧任内对美国境内下载中国开发的 TikTok、WeChat 的禁令，这两种应用程式伫咧美国差不多有1亿个用户。因那川普2021年已经签署的禁止加包括支付宝在内总共8中国软体交易的命令，也最近撤销。一位北京的官员讲，美国伫咧2019年对中国在影音应用程式 TikTok 所进行的国安独立审查案，依然伫咧进行中，英国拒绝提供相关内容。另外一位官员是甲记者讲，北京方面对 TikTok 美国用户的个人资料的问题依然正注意。
拜登也只是美国商务部评估甲外国对手有关的相关停息的安全风险。这项行政命令会确认，若是应用停息，由外国的军事或者是情报人员所拥有、控制、管理，或者是就此收集个人敏感的资讯，就可能是高度风险。虽然无指名，也毋过确实会对 TikTok 一个 WeChat 等这个 App 有影响。对此 ，TikTok 甲 WeChat 拢无回应。WeChat 伫美国用的人真多，服务项目包括游戏甲支付，伫美国用户下载次数1900万次。前总统川普伫咧2020年签行政命令封杀 TikTok 甲 WeChat， 也毋过卡伫咧发现一直拢无正式生效。川普迄当阵认为，美国用户下载相关停息了，可能会构成国家的安全问题。也毋过 TikTok 甲 WeChat 拢否认。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每年要竞选连任的法国总统马克宏开始咧走行程啊，想袂到伊去甲民众握手的时，说互一个查甫人挖紧家扇喙皮。法国的调查无分党派，拢谴责这款暴力行为。迎接解放，法国总统马克宏行向民众。无想到讲有人甲伊扇喙皮，拍人的查甫人随互警方抓起来。另外一位28岁的查甫人也被逮捕。马克宏由安全人员保护，暂时回避了，继续伊的行程。代志发生伫咧拜二的到点歌，马克宏拄结束东南部德隆省一间学校的视察活动，离开之前，甲等伫咧外国的民众握手。无想到讲发生这件意外，一个查甫人迄当阵看到拍倒马克宏出去，也搁放一句法国也是君主制度时阵军队的战斗口号。这件案件也搁伫咧调查。这段影片传出来了，引起全国的注意。总理也伫咧国会谴责这个举动是侮辱民主。La démocratie, c'est le débat, c'est le dialogue, c'est la confrontation d'idées, c'est l'expression de désaccords légitimes, mais ça ne peut en aucun cas être la violence. 反对派领袖也拢成为马克宏，包括极左派梅兰雄，也个马克宏的对手勒庞拢发文挺伊。I am the biggest opponent of Emmanuel Macron, but he is the president. We can fight him politically, but we cannot allow ourselves to resort to violence. 马克宏本人被问到这件代志时阵是讲，表达愤怒袂当用暴力的方法。Il y a de la bêtise, et quand la bêtise s'allie à la violence, elle est inacceptable. 马克宏要按照计划开始2个月下乡之旅，全国行透透，为准备举行的地方选国加马尼西的总统大选铺路。目前伊的民调虽然小可领先勒庞，不过伫咧过去黄家运动期间，伊互人批评傲慢，也捌伫咧公开场合互民众欺。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今日国际上又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韩国的光州市当地一栋5层楼啊悬的建筑物，在拆除的过程中向放弃，倒向闹热的大街仔路，带着一台巴士，上无造成9个人死亡，8个人重伤。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去英国访问，伊伫英国的时发表演说，讲美国倒来啊，因为前总统川普甲欧洲拍歹感情，拜登是希望讲会当修补两边的关系。来关心《华尔街日报》今仔日是报讲，美国的贸易代表戴琪按算上紧6月7日伫今仔日，就甲咱台湾的高层官员直接对话，启动双边的贸易协定谈判。镜头等下过来，咱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台中的火力发电厂，伫早起7点的时传出大火烧，火是真猛，佮有呛乌烟，亲像是因为送土炭的运输批大导火。目前火还搁咧烧，也咧抢救，详细原因会继续调查。咱来关心。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昏是去立法院质询，针对国内本土疫情扩大，死亡率也悬。第二届是向国人回失的。另外，有南洋的立委问讲，咱国产预防车敢袂讲注射了后无受到国际上的认证？卫福部长陈时中伫立法院的时嘛，坦白讲，确实有这款风险。对于任何生命的消逝都觉得很遗憾，尤其国人同胞在这一次受疫情这样影响，我们政府没有100%照顾好，这是政府
觉得非常对不起的地方。本土疫情持续严重，死亡的人数破300个。初九早起，行政院长苏贞昌到立法院辩询，第2遍甲国人会师礼。南洋立委周万安关心国产疫苗做了后，未来恐惊面临无互国际认证的风险。但是中坦白讲，这完了有可能会先提醒民众。国产疫苗如果开始施打，没有办法及时的得到国际认证，这样的可能跟风险有，当然有。那怎么办？政府的因应方案是什么？如果在使用这些东西，我们会提醒民众，就是在目前来讲，这个疫苗作为在世界上所有一个相关的一个 status。外界也有质疑的声音，认为本土疫情大爆发是因为放令航空人员3+11的检疫规定。南洋立委罗斯堡批评，陈时中应该爱为这件代志落台负责。陈时中表示会为政策负责，也说明3+11去年已经施行1年，今年更加强需要采检阴性的规定，更加严格。陈时中部长，你自己下的决定，你要负最大责任。我要负责哈。对，所以什么叫负责？政务官的负责就是下台呀。政策当然是我负责了哈，那其他也不是委员叫说怎么样就怎么样。苏贞昌表示，15万剂莫德纳疫苗测备支付20度完成封签，初九开始优先分配予新冠肺炎专责病院第一线人员。指挥中心依照顺序造册配发疫苗，呼吁各地政府严格管制，符合资格民众爱赶紧做。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来关心目前咱国内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274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0760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伫咱台湾病例数超过3000例以上的县市，新北市已经有5194例，台北市有3707例。超过100例以上的所在，桃园有585例，苗栗有318例，彰化有227例，基隆有205例，伫台中市有171例。另外，昨昏嘛新增加25个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1968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数字。虽然镜头来基隆的成功市场又搁新增加5个人确诊。基隆市长林右昌是呼吁大头仔爱挂手笼、爱挂喙罨，嘛爱用面罩。嘛规定讲，民众去菜市啊，袂使安尼用手摸一个，甲这肉戳一个。另外，因为有一个确诊病例，捌去过仁爱市场做生意，所以即马仁爱市场嘛爱休到6月24。立法院所在打着停业的广告，贵人成功市场大头感染扩大，初九贵人新增加10例确诊，5例拢是来自成功市场，包含2名卖猪肉、2名卖鸡肉，还佫1个卖水果的大头，其中1个要伫仁爱市场来营业。贵人市也要求仁爱市场对初九暗时6点开始休市到24，所有大头爱进行自主的清洁消毒。成功市场延长休市到6月23号的0时。接下来，我们也会针对所有仁爱市场的摊商进行全面的 PCR 核酸的一个检测。贵人到即阵总计病例超过200例，成功市场已经9名的大头去获到。市长林右昌呼吁，各界应该严正面对市场防疫的工作。所有大头拢爱挂面罩、喙罨，也佫有戴手套。另外，民众伫采买时阵袂使用手去卡碰到这新鲜的肉品。我们乐区的县市应该考量针对生鲜市场的摊商，进行重点式的这个广筛。那第二个是全国的生鲜市场的摊商，是不是应该采取双罩一套的高规格的防护措施？另外，贵人庙口夜市对5月中开始停业，自来水公司也伫换管线，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正进行地砖的修复，预计这礼拜完成，15月再恢复营业。管委会表示，复业了后，包括人流分流、新夜市、量体温这一关按照规定来做。不过，因为夜市处理较多，甲市场的性质无啥同，详细执行的情形也甲市府来建议。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伫新北市的中和有一间印刷厂发生移工群聚感染，即马伫中和又有另外一间纸品公司发生群聚感染，有一个台湾人甲11个移工去获着。伫中和的一间纸品公司爆发群聚感染，本国市厂长拿后无数次去快筛，测到 PCR 阳性确诊，因为厂长负责管理移工相关印刷工作。这次公司带12名越南籍移工快筛采检，5人出现阳性，测备接到 PCR 检测结果报告11人确诊。
剩下的11名阴性移工，公司安排进行居家隔离。那公司已在6月7号停工。我们123楼的人员是尽量不流动的，但是因为移工其实比较大的问题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几乎是会重叠，是变成都是密集接触者，所以我们就把123楼的移工现在目前是全部都让他们停工隔离，6月9号到6月22号。本国市场长初六确诊了后隔天，印刷厂马上停工。抓片公司所在大楼总共有9楼，共同其他公司是怨叹抓片公司封锁消息，让大家是真惊吓。你公司的移工，还有你公司里面的员工，全部做完筛检之后，才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确诊。9楼也是仓库啊，就在我公司对面啊。每天移工从1楼一头电梯上下1楼、9楼、3楼、2楼这样搬。因为同一栋大楼内底还有养护中心核数确诊者，捌伫无共款楼层来耍鱼，恐惊引爆另外一波群组感染。记者综合报道。本土病例上侪所在就是新北市，昨昏新北市又搁加162例。新北市会遮尼严重，昨昏市长侯友宜是讲，拢是因为5月2日进前，中央的系统大塞车，连续18天构成回归，害地方无法度伫第一时间准确来掌握疫情，病毒才会伫透伫社区内底传，疫情才会压袂落来。那侯友宜即马是要求有请移工的企业，但是无法度进行分流管理，3天内阁无改善，安尼伊就要求停工。新北市初9新增加162例本土个案，也是全台湾上济，总确诊数达到5175例。新北市疫情严重，侯友宜分析，台北万家爆发疫情了后，5月15开始伫新北市断开，也因为5月2日进前，中央的系统塞车，连续16天构成回归，地方无法度开始掌握到消息，也甲扩大科例隔离，才无法度压制，这是疫情断开的关键因素。甚至校正回归，有的长达7天、6天，都有这种状况出现。所以在这种状况出现，这个传播链不晓得传多久，传到其他地区去。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当时碰到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困难跟挑战。新北市小林线出现移工确诊，市政府3天内快速轰炸109间有移工的企业，发现有30间无安排同一个住宿地点，移工工作场所分流，21间无落实移工出外自信，9间无落实宿舍管理。侯友宜讲，安尼做会处分。我们县3制里面改善，如果没有改善，一定会处以重罚，最严重就是停工。控制疫情，都要找出无症头感染者。侯友宜呼吁市民出来体检，初八找到46例确诊者，到目前为止，拢总有887例。经过统计，新北市确诊者有16.83%是这场感染着。为了防止企业内部疫情升温，推动安心企业快速体检计划，伫土城的红海也成为企业快速体检的头一例。侯友宜原来前往视察，只要企业有心要做，那基本上利用现有的工厂、现有的厂房，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筛检站。所以快筛企业可以大家一起来努力。为快筛汽车采买、采检到隔离，市政府提供一条龙的服务，要防止病毒伫企业传开。中央配合予新北市9800支莫德纳疫苗，测试先到5700支，后续还有4100支。侯友宜坦白讲，这绝对无到新北市第1、第2、第3类来做，希望中央协配疫苗会当用战略思考来部署，优先配发予双北高风险的族群，亲像长照机构、西药剂的患者，也甲75岁以上的长辈。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桃园昨昏是新增加15例，这内面有一个是家庭5个人的小孩，另外鼓山的工厂移工的群组感染又搁加一个人去围着。那桃园即马嘛要针对移工做快筛，通市长郑文灿是表示，会伫工业区附近设13个快筛站。行销继续进行，确诊行踪有邮局市场大卖场，还有面包店。桃园初9增加15例本土确诊个案，其中一家5个人确诊，检判是嫁到新北查某囝将囡仔互外头厝斗3共带。新北厝内已经3人确诊，属于跨县市家庭感染。另外，鼓山一间工厂移工群组感染案，增加一个确诊案例。移工确诊，连这个11841总共有17位，那17位里面越南籍有7位，印尼籍有10位。工厂内底设采检亭甲采检屏风，台达电子厂内底有1500个外籍移工，加上分散上班的本国籍劳工，总共6000人。
初九由艺术工会校长快泰，加做桃园企业快泰第一例。市府表示，现场快泰阳性会马上做 PCR 检测。如果快筛阳性，我们会立刻做 PCR 的检测。如果还是阳性，我们就会送集中检疫所或者是检疫旅馆。市长郑文灿视察企业快泰表示，疫情期间企业要维持营运，要采取有风性措施。市府除了配合病院诊所到工厂快泰以外，也伫工业区附近设13个联合快泰站，协助工业园区移工体检，建立移工的防线。桃园外籍移工是全台湾第一名，雇用外籍移工的工厂非常的多，单雇用100人以上就有141家。那因此推动企业快筛确实有必要性。另外，新社扩大专区企业快泰，郑文灿表示，同时产业移工有96000多个，且用事业单位有6500间，20人以上移工宿舍超过800个。目前先将移工个案计划做完，佮参考成行率、阳性率指标做分析，若需要扩大就扩大。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即马真侪县市的传统市场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实施看身份证字尾是徛的，也是等的做分流来管制人数。严格呢，高雄的五大果菜市场却拢无咧管制，所以农业局已经要求讲，果菜市场嘛按照身份证号码分流管制人数。透早伫凤山果菜市场门口，想要买菜的民众，就要排队量体温登记，这是上基本的管制。疫情影响，凤山果菜市场逐工要是袂少人，大卖业者甲送货人员来来去去，为着提悬防疫，即马开始果菜市场嘛要比较身份证分流。好啊，安怎讲？哈，人个较袂啊拥挤啊。这事实上大家拢了解啦，袂啦，拢会接受啦。OK 啊，但是要分好啊，要不然我们不知道进去要从哪里出来啊。永过凤山果菜市场一天上济会有12000多人，即马逐工差不多700-800人，落3-4成。不过农业局也是要求全市5个果菜市场爱管制人数，除了一般的民众爱分流，大卖业者甲员工阁有送货，拢爱挂证件才会当入来。阮遮可能爱做迄个偶数含技术，因这迄个采买人员，你个爱遵照安尼。虽然不是传统市场，阮这 PY 市场，不过阮为后咧，算今仔日开始宣导到后礼拜，阮个爱正式实施。毋那市场加强管制，市府推出的高雄好家在外送服务，即马嘛宣布有10个市场夜市加入。透过 LifeSpa 的平台找到你要的市场跟夜市，那接下来就进行订购。市府表示，民众透过高雄好家在买市场夜市的菜蔬水果，也是餐点3公里以内免运金，希望民众踮厝内好好防疫。记者陈嘉文为做高雄报道。伫普通时啊，人较侪所在，毋那菜市啊，阁有夜市啊。毋过即马因为疫情的关系，全台真侪夜市啊，拢已经关起来，无做生意。夜市啊嘅产业总工会就呼吁中央政府爱放令纾困，也阁贷款的申请资格。一担一担的鸡仔位拢包起来，一天收入超过100万的高雄瑞丰夜市啊，传出7月底可能永远停困，疫情损断夜市的经济。摆摊业者表示，若实在损失了家己的，店租也是爱照纳。批评政府的纾困4点控申请限制多，而且发放的速度根本袂符期。电话都打不进去，网络都登不上去，那你说还要怎么重塑拿得到这些补助款？可能单电话打通就已经20了哈。那摊商名册的部分，我们有提报到市府跟中央，那你为什么不要用这个摊商名册来做补助？夜市主委表示，已经联合全台湾50多个夜市啊，12000单来人数，希望政府照立管的夜市摊商名册提供补助，再个由管委会来认定，真正补助摆摊的人，也拿贷款身份的认定，业者也希望会当放令，互领无纾困的人会当先向银行加减借一寡钱。我们会要求经济部透过这联府基金会做相关的这个辅导最重要是身份的认定上，我想去年也有经验嘛，
是不是来出具承诺书或同意书，就可以来去从宽认定。经济部中部办公室表示，已经有请各地方政府整理全国每一个夜市甲市集列管的名册，不过纾困对象的发放顺序，也有贷款身份敢要放款来认定，要是比照中央纾困试点控来办理。记者阿敏珍、谢桂林台北报道。镜头来国外，即马真侪外国的国家注意封锁了后，已经解除封锁。亲像是法国已经开放5、6场所会当伫室内食物件。美国的纽约嘛，当地实施所谓已封锁的护照，有调整100外个国家也是地区旅游级数，欢迎游客去佚佗，要拼观光。法国巴黎的街仔路人潮来去，餐厅户外座位拢坐满食物件的人。全球疫苗愈来愈普及了后，各国开始解除防疫甲入境的限制。法国为当地初九开始开放已经注2剂疫苗，而且检疫结果正做阴性的游客入境，希望观光经济当好起来。Donc nous on estime qu'on aura un été probablement avec un peu d'espoir, on finisse autour de 5 millions de visiteurs. D'habitude en année normale comme 2019 on en fait 10 millions et une année comme 2020 on en a fait 2 millions. 法国重新开放室内的用餐空间，放宽了宵禁的时间到暗时11点。当然，5、6场所像迪士尼乐园嘛，为着要伫2日恢复营业，互员工赶紧检验安全设施、整理环境。而美国纽约为着避免出现假的注疫苗证明书，开放办理所谓的疫苗护照，方便民众旅游，也是用伫需要进入场所的证明。目前已经有超过200万人登记申請。All venues have the option of going to 100% capacity for fully vaccinated people. 虽然疫苗护照和用餐也是进入室内场所的消费者真安心，也不过佛州甲德州煞反对疫苗护照，要求若是企业爱员工申请疫苗护照，企业资方都无法度甲得到甲政府合作的契约。暂时，美国 CDC 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已经放宽了包括日本等110个国家地区的旅游紧急登记。针对台湾的警示，有关无改变，维持伫第3级。公司新闻电视同编译。因为疫情的关系，民众减少出门，若是要买物件，会当用注文的是真利便。欧洲嘛发展出用注文的了后，就快速送货送到恁兜的服务，是强调讲消费者注文了后纳钱，伫10分钟至15分钟内，货就当送到位啊，而且真竞争，真侪人买。订单来啊，一外送快递，摕到单挂菜篮。接到订单顶头消费者买的物件，刚好放伫咧菜篮内。这是10岁配送公司Weezy伫咧英国伦敦的一间仓库。因的广告讲，15分钟就当甲物件送到恁兜，最近生意真好。There is no real typical Weezy customer. We actually see adoption across all age brackets. People in their 20s, just like their 30s, 40s, and even up to 80s. The average basket actually contains 50% of fresh products. 用纸袋啊包好了，负责送货快递员会骑脚踏车或者是乌托邦，将货送到消费者门口。32岁迪恩因为伫咧厝的远距工作，本来是逐礼拜去一遍超市买一礼拜量，尾啊发现这种超快速外送的服务，一次就变主顾。这种快速送货服务，打破超市经营生鲜食品的传统模式，特别是伫英国，差不多有99%的生鲜杂货拢是由超市经营。不过，这种无对外开放的生鲜仓库，以快速外送的服务，让消费者真紧就摕到要买的物件。甲一般超市送货时间比起来是加真紧，不过最近也出现真侪竞争，甚至有人讲10分钟就当送到恁兜。不过这种服务有好有歹。快速送货服务无法度完全取代一般超市。If you shopped on a traditional supermarket's website, you're looking at 50,000 plus products available. So it's a very different offering altogether. 专家讲，即嘛有3种网络购物的服务，分做快速送货、加超市一个美食平台合作的外送。第3就是传统超市的网络订单送货服务。快速送货服务因为商品较少。代替物的选项也减少，若是想要有赚，需要长时间累积。伊若是要扩大规模，可能也是甲大型超市合作，会将这被收购的目标。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
天气报你知，甲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台湾大部分的所在拢是多云到好天。伫过昼了后会落西北雨这款天气形态。若伫山区甲中南部落的西北雨有机会会上大雨，也是落雷公雨。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5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1度。外岛的温度是24度至32度。咱做伙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